后来继续来看。国中的教育会考出现着重大的疏失，讲这个英语阅读的选择题，第一题竟然甲4年前的英语科阅读参考试题是一模一样，也就是讲，国中教育会考的考试题甲参考题目拢同款。这个代考相关的单位昨暝发出着声明，讲考虑着公平性，所以这题大家拢有分数。考会拢会晓，也嘛拢对。今年国中会考考英语有一题唔免要，大家拢对。啊，那是倒一题咧？ Look at the picture. The man is holding a blank of grapes in his hands. 有人的目睭前内，英语的选择题头一条竟然和4年前的英语参考试题一模一样，佮拄拄好拢是头一题。甚至中心和112年国中会考的全国试务会发出联合声明，考虑到公平性，这一题全部送分。每年入围前，皆会针对过去各年度使用过的试题设定为曝光题，而且停用。对于本次使用到过去新测中心自行公布的参考试题，新测中心将深入检讨题库中试题的管理机制。因为参考试题虽然是公开的，不过无定到每一个学生拢有看过，所以为了公平送分，安尼大家敢真正得欢喜。所以这题的难易度应该算是简单的。基于公平点的话，其实送分的决定我是支持的。但是我觉得对于就是说，如果说他今天是 C， 然后可能差一题就是到 B 这样子的比较程度比较弱的同学来讲，其实会有点不公平，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，搞不好他们就是差那么一题，他们就可以从 C 跳到 B。不过因为出题老师的死甲惨，若是无意外状况，全国考生考英语应该是无人考一个按两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